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23轰炸加沙走廊一间病院，包括一个哈马斯的高级官员甲一个助理，计共有5个人死亡哦。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利用病院来暗砍指挥中心甲军火库。上新的统计嘛指出讲，以下冲突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了。 加沙市这个布棚区是专门收容有罗堡厝的巴勒斯坦人，不过却是去互炸弹攻击。附近的一间病院嘛去互空袭。迄一天，真侪巴勒斯坦的百姓是哭甲死难随，因讲是安怎战争到达也未结束。一个哈马斯的官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以色列23暗时轰炸病院，哈马斯一个负责财务的政治局委员巴尔霍姆无命。 4天前，伊伫空袭当中受伤住院。以色列军方讲，根据大量的证据，采精准弹药攻击，减轻伤害，要甲伫病院内底活动哈马斯重要的成员消灭。以色列过去一再指控哈马斯利用病院做指挥中心，甲藏火药的所在。 Israel also says it has formed a new administration to help Gaza Palestinians leave the territory. That is part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ntroversial plan to empty the territory of its Palestinian population and have the U.S. take ownership. 以色列讲，要加强军事压力，才会当甲人质带回来。迄天伫特拉维夫的街路爆发示威，对总理纳坦雅胡重新启动战争是感觉真不满。I watch my country just continuing a non-ending war. With the hostages not being released. 受到这个轰炸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内底有搁较侪是前一阵停火期间才倒来厝邻要重建家园的人。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从以色列针对加沙的战争到达，已经有5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加沙200万人口的2.5%，而且真有可能会搁较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